基本情况就这样。怎么会这样？这是间歇性休克，也可以说是脑部受到撞击之后的后遗症。上次呢，你们来检查的时候，我已经跟你们说了，但我没想到会这么快。那也就是说，下一步就是压迫视觉神经了，是吗？你说的没错，视觉上呢会出现一些看不清或者阴影之类的问题，慢慢的呢会变为弱视，最坏的结果就是失明。就一点别的办法都没有了吗？从他的病历上看呢，目前啊，国内的医疗水平可能治不好，只好到国外去。我知道呢，美国有一家医疗协会，在做这方面的一些临床实验，他们的那个医疗费用是非常高的，而且他们的医疗水平呢，只是在临床阶段，是的，并非100%可以治好。就是他。起来！干什么呀？你不记得我了？谁呀你？不是前2天你是不是在美克那边买过一枚钻戒？啊，我买钻戒了，1枚头2枚响，怎么了？你是没偷没抢，但是你把一颗真钻石换成了一块破石头，你害我每天战战兢兢，每天过好几次火山呢。你说你骗谁不好，你非骗我这么一个既没才又没色嫁入豪门的女屌丝？就是啊。什么跟什么呀你？我退钻戒那是因为我女朋友不喜欢这个款式。你不都检验过了，说那钻戒没问题吗？对，是验过了，但你变了个魔术，你把它变没了。你可以不承认，我们现在就去找警察说清楚。走，跟我们走。哎呀，干什么呀？我女朋友还在病房里躺着呢。什么警察局？你们还有没有点人性？你变个破魔术，一下把我变到旧社会了，你还跟我谈什么人性？韩毅，报警！哎，行了，在乎这儿呢，还给你们还不行吗？拿来。在店里呢，一会儿带你们去取。我看一眼我女朋友行不行？就等会儿。哎，现在看店的就是我助理，打个电话啊。关机了。强子，包没了啊？戒指在包里。你们不是一团伙的吧？什么叫一个团伙的了？你说帮我看店的是你的人啊？哦，对，他是我的人，但你凭什么认为是他拿走的呀？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？不是他还能是谁？人没了，手机也关了。这样啊，你们俩知道他家住哪儿，你们俩去找他去，我回医院了啊。不，等。第一，我不知道他们家住在哪儿；第二，什么叫我们俩去他们家找找？你干嘛去？想溜是吧？我溜什么呀？你的人拿走戒指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怎么就跟你没关系了？当初要不是你把戒指偷换走，那能惹出这么一大堆麻烦吗？那是你的人，那你的人拿走戒指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的人怎么了？你现在我还得回医院。行了，你不许走！你好好想想，你那个强子到底去哪儿了？你们看这样行吗？你们俩先跟我回医院，在路上可以慢慢想，两不耽误。
呼呼。韩毅呀，我都不愿意说你，你长个大象的身材，怎么配了个猪脑子呀？那个强子他跟了你多久了？他手脚不干净，你不知道呀？还什么助理，你连人家大名你都不知道，你以为你是狄仁杰啊你？还有你。你别打了，人家都给你留条了，说明人家不想见你。人家把手机关了吧，再狠点，没准人家手机都扔了。那姑娘是命好，没跟你在一块儿。就你这脑子，你还什么偷梁换柱呢？你当这是桃花源呢？阡陌交通，鸡犬相闻，你还找一个陌生人帮你看店，你傻呀你！气死我了你！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好像这事儿都是我们的错似的。世界大战还有导火索呢，你要不点这把火，那火能烧着我眉毛吗？要不是你们瞎掺和，我就能看住呼呼，他就不会走了。就是啊。那你再好好想想，你到底把戒指放哪儿了？我就放在书里面，我给书掏个洞，我就把戒指盒放在里面。你这不多余吗？啊，你就弄一戒指盒不完了吗？你还弄一书抠一洞，那是呼呼最喜欢的书。那他当时就看了这本书，才离开他独为老爸来北京的。我就是想给他个惊喜，我就放他包里头。你们说那个强子，他会不会不知道那里面有戒指，只是单纯的喜欢那本书才把书偷了的呀？用脚跟思考一下行吗？啊，他要是那么爱读书的人，他能给我当马仔吗？啊，不，助理。反正我告诉你，韩毅，这整件事跟你脱不了干系，你整个就是一个不靠谱，开着不靠谱的网店，做着不靠谱的生意，你招了不靠谱的员工，你当着不靠谱的老板。我去找呼呼。你不许去！你干嘛？你给我坐！你身份证压我这儿了，你哪儿都甭想去。反正我告诉你，韩毅，这整件事跟你脱不了干系，你整个就是一个不靠谱，开着不靠谱的网店。